姜濤 Lava Live 2025即將於12月17日開鑼，距離呢個大日子，今日係第10日。抱歉，小編今次未能好似上次 Waze 咁，同大家一齊倒數10日，但會透過一系列嘅 Lava Live 特輯，同姜家人一齊熱切期待 Lava 嘅來臨，為姜濤打氣。第一集，我哋回顧 Lava 嘅誕生歷程。姜濤喺今年6月見面祭嘅時候，首次非官方式證實有 solo 演唱會嘅消息。幾時會有歌唱啊？12月。可唔可以講幾時會有歌唱啊？12月。有考慮緊，而家已經下半年啦，下半年係。10月26日公布演唱會即將來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姜濤，大家久等啦！我將會喺12月18號至到12月21號喺亞博 Arena 舉行我嘅個人演唱會 ，Catch 音樂娛樂平台呈現姜濤 Lava Live 2025，約定你哋到時見。11月10日門票公開發售，並於2小時售罄。哇！多謝大家 ，Catch 音樂娛樂平台呈現嘅姜濤 Lava Live 2025嘅門票咧已經賣晒啦，好期待見到大家，買唔到都唔使難過，因為我哋將會加場，門票會喺聽日 Klook 度發售，記得把握機會。11月13日宣布加開17、23及24日3場，平安夜同姜濤一齊倒數聖誕，門票同樣快速售罄。Makerville 公布終極加開25及26日2場。2度加場後，姜濤 Lava Live 演唱會總數共9場。將會順利買到 concert 嘅演唱會。多得你嘅祝福，小編都撲到飛，祝你演唱會一切順利。姜家人會愛接愛，人連人，虔誠的為你打氣。